讲到约书亚的使命人生，请怎么说？书记对咱的青年、青少年是一个真要紧成长的时间，因差不多逐个人拢做噩梦。昨暗听讲硕恩已经好几天晚上都说梦话，半暝2点外爬起来大声话讲集合，因为礼拜头才爱起来扫涂骹。这个囡仔实在是上帝予咱的大的祝福。连上细汉的小以恩，伊毋是上细汉，即摆袂使讲，伊即摆叫做以恩哥哥吼。伊伫拜五阴暗做一个梦，因为牧师的查经的即种的带领真严肃，拢足长。因为我的稿已经印出来是刘玉明就甲我讲，去甲阿姆讲阿伯用这遮尔哦，弟弟因敢听有我试看卖咧，这3天甲咱的囡仔做伙成长。小语言伫拜五阴暗做一个梦，伊讲伊梦起牧师毋是干那带因3天，带5天。我想讲这是噩梦还是快乐的梦？牧师一天乐长拢超过1点钟，我想我拢甲因感谢讲，多谢恁互阿伯遮尔大的民主，互牧师遮尔大的民主。一个遐尼细汉的囡仔会当安静坐70分钟、80分钟。我要甲各位在座的兄弟姊妹，甲恁分享，咱的囡仔是会当造就的。咱的囡仔毋是干那会晓听迄个囡仔话，咱的囡仔是会晓听上帝的话。这是极大的祝福。这3天内底，咱的主题是盼望咱的囡仔。因通过戏剧，通过查经，因会当养成一个长大人，会当家己读圣经，家己祈祷，佮有成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我想，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甲牧师、甲教会合作，因为恁若爱恁的囡仔，成做一个有领导能力，佮下伫上帝的心意，少年的领导者。咱来做伙同心，因为要栽培一个什么拢毋惊、什么拢有坚持，伫真道的顶端有判断能力的现代基督徒，实在是无简单。但是兄弟姊妹，约书亚甲提摩太，拢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基督徒。咱的囡仔出世来到这个世间，毋是干那要赚大钱。咱的囡仔出世来到这个世间，是要亲像圣经中间上帝所拣选，要改变人类历史甲社会的一群人。所以这个主题是用提摩太前后书，嘛用约书亚。这是咱的祈祷，咱的教会祈祷。咱盼望咱的囡仔一直传承，亲像摩西将迄个管仔交予约书亚的时。约书亚完成伊一生的使命，所以约书亚是一个使命必达，伊毋是快递啦，伊是一个使命必达。所以约书亚这本册是伫圣经第6本，对创世纪、出来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5本是摩西所留予以色列人上帝的话。后来约书亚接受的时阵，这个约书亚这本册是来记载。因怎样过约旦河，然后伫遐完成所有的定居。因为约旦河东岸、西岸12个支派，伊分散伫东方、西方，做伙因定居分配好势，来承受上帝的迦南应允的土地，然后开始建立一个耶稣上帝最中心的宗教信仰的一个大家族。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个礼拜当欢喜咱的教会，上帝将因的囡仔交伫
上帝将伊的宝贝囡仔交伫咱的手中，伊毋是干那要互咱的囡仔伫即个世间有路用哪定，搁较要紧，伊仰望咱的囡仔，亲像约书亚，是一个使命必达，是一个坚定相信上帝，一个袂通完全将伊的生命交托仰望上帝的家庭，真困难养育出来对上帝绝对的军队的人。我咱今亲像约书亚带以色列人，因为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的戏剧，就是伫约书亚年老记载伫约书亚书第23章、24章，圣经讲这就是约书亚的遗言。伫迄个中间，伊有讲到上帝的应允，伊讲上帝的祝福的确要临到恁，但是嘛有提醒，如果恁若无清气，恁要亲像恁的祖先，无机会过约旦河，因为上帝要将迄个祝福收回，上帝要将罪对这个地上来甲伊除去。所以，咱会当伫这个故事的中间，咱重新来回想。因为这是约书亚伫人生最后所讲的话，伊讲上帝应允的确无空空，兄弟姊妹，恁相信吗？我咱伫相信讲阿妹的时，咱的家庭就是安尼来见证。咱甲上帝讨讲，上帝阮的家族的故事，是你继续伫今仔这个时代咧讲的故事。约书亚又甲阮讲，上帝应允无空空。迄是伊的故事，但是今仔日阮伫德堂教会，阮做伙讲阿们的时，这个3000年前的上帝，今仔日犹原坐伫阮的身边，上帝将天顶的祝福放伫阮的内底。顶礼拜我嘛有甲恁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有一个功课叫做圣洁。我有甲恁分享讲，当人过圣洁的生活的时，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将天顶各种属灵的福气，拢赏赐予咱。愿咱深信，愿咱嘛阿们，愿咱嘛体会双手来领受。咱甲上帝讲，你写伫圣经内底的应允，今仔日犹原伫阮的中间。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因为约书亚讲，耶和华的应允一切福气，要临到恁。总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伊嘛为着圣洁，要除去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以祝福甲收回，祝福甲收回，拢是在伫上帝手中。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唔通永远甲你的囡仔讲 yes， 有时你要甲你的囡仔讲 no， 因为咱的上帝是讲 yes 的上帝。咱的上帝嘛是讲 no 的上帝，意思是就讲是，唔是就讲唔是。所以一个父母若只有听信囡仔，永远顺伊的意，永远讲 yes。你的囡仔将来上帝要收回，伫真道顶悬属天的应允甲祝福。我咱真严肃，因为咱的囡仔嘛会通。真严肃来面对。这3天我看到这个囡仔伊互上帝话进入因的内心的时，我对心中真感动。我感觉这间教会上帝要大大祝福，不是因为咱家己的能力，是因为咱互咱的囡仔有一个欢喜愿意的心，定心来读圣经。所以伫这个主题，我要求囡仔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是即读一章的箴言，一个月都爱当读一摆，用箴言做因的属天的智慧。第二，我要求囡仔阁继续读落去，用诗篇做因的祈祷，因为诗篇有150篇，拄5个月，是即一章的诗，拄5个月。用圣经做祈祷，用祈祷读圣经。总是兄弟姊妹，我会当鼓励咱的囡安尼做，但是有时因会孤单无伴。恁敢愿意陪伴恁的囡仔？
甲因做伙读圣经。你敢愿意陪伴你的囡仔，一日一章，无论是箴言或者诗篇，求上帝互恁的囡仔养成一个会晓用圣经祈祷的生活习惯，伫教育一生的路尾。嘛求圣神将上帝的话放伫因的心内，因为圣经箴言讲，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各位咧，因为一生的果效对在什么所在？对心。这句话另外一个翻译伫现代译本讲，你都要保守你的思想，你都要保守你的思想，因为你是心中的思想的人，你就活出什么种的行动。恁同意吗？这是一本真出名的册，叫做《我思故我在》。咱家多数人都唔捌读过，包括我。我敢若读着册，迄个册皮，但是迄个册的名本身就已经足吸引人啊。咱的存在是因为咱的思想，箴言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话，伊是一种的知识，但是伊嘛是一种的想象的能力。就是讲，上帝将伊的话写伫圣经，然后当一人拍开这个箴言咧读的时，上帝圣神开始将一寡感动，将上帝白纸黑字的话，成做一种创造性、想象性的智慧的能力。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恁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带咱的囡仔到一生的路尾，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非常清气的上帝，就亲像伊穿一件足水的衫，然后一点点豆油对伊的喙滴落来，伊嘛真唔甘。愿天父上帝伊的圣洁进入咱的教会，进入咱的家庭，愿咱享受，愿咱成做一个清气心肝的人，主甲咱三个地地。因为上帝话通过以赛亚，不是通过约书亚，记载伫最后一章24章19节，拄拄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的一节。这句是用负面的话，是用一个提醒的话来写，但是红字就无分正面倒面，因为红字讲咱的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伊是一个至圣的神。顶礼拜我有甲咱分享讲。有一个功课叫做圣洁，但这句为什么讲恁袂使服侍耶和华？意思就是咧讲起恁的祖先伫西奈山骹咒诅，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伫迄个所在做金牛，无清气的人，因就无权利进入约旦河。迄个意思是伫这个所在，因为上帝是清气的。伊无爱迄个垃圾的手来蒙伊。恁会记得摩西的故事到西奈山的时，有上帝一声甲伊讲：“脱去你的鞋啊，因为你的脚无清气。”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甲咱洗清气。今仔圣经新约的金句，圣经安尼讲：人若清气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要成做贵重的器具。伫即个生活营中间，毋是干那读圣经，嘛是一个操练。因为咱的囡仔有一寡习惯，就是若无手机，亲像袂死共款；若无手机，就亲像袂喘气共款。所以咱即个生活营中间，囡仔来到教会，因就将手机交互哥哥姐姐。这种的要求是望望咱的囡仔。脱离一种的习惯，一种的捆绑，就是迄个习惯，你若无去做，你就挡袂掉。迄种的习惯就是歹习惯。咱的囡仔很棒，因转移了因的依赖，因开始改变。因读到这句的时，因明白一项来。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心思意念亲像囡仔，囡仔长大成人就放落囡仔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帮助你的囡仔建立好的习惯。
帮助你的囡仔。你若感觉伊软足做袂来，你爱搁较坐伫背后替祈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上帝要听咱做父母的祈祷，毋是干那出伫咱的言语，是出伫咱伫祈祷的中间，圣神就帮助咱的囡仔。伊讲最贵重的器具。咱的教会的青年主日，咱的教会书记的活动，其实拢是咧仰望训练咱的囡仔，将来成做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囡仔。但迄个能力，是因为敬畏上帝，改变恁的思想，改变恁的习惯，改变恁的行为，下伫主的使用。愿主对恁讲话，愿主祝福咱的教会。顶礼拜咱所读的圣经讲，愿主耶稣基督，愿天父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将各种天顶的福气，将各种天顶的福气，拢施落伫咱的中间。呀，这咱当心讲阿们。因为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嘛想象袂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约书亚就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人，所以今日通过这个戏剧，通过这个圣经的故事，愿咱会当鼓励咱的囡仔，亲像教会栽培咱的囡仔，亲像对教会大汉的约书亚，因要成做上帝的工人。愿天父上帝，互咱的囡仔成做上帝所使用的模范，无论是摩西甲约书亚。无论是保罗甲提摩太，无论是德堂教会甲咱所有青少年，逐时代属伫上帝的囡仔，拢要成对上帝手中贵气的器具。愿咱的囡仔因也未养成真成熟的抗压性跟良好的习惯的时，咱做父母的人，咱一心一意用咱的肩胛头来陪伴因，互因会当到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我要缩短我的分享，因为今仔咱的囡仔其中有一个伫讲道了后要去嘉义参加比赛甲考试。愿上帝荣光降临伫以赛亚、约书亚，也降临伫咱的囡仔的身上。因为约书亚伊一生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就是互地上万国万族看见上帝手中的能力，互以色列百姓会通因为敬畏耶和华上帝，成对上帝所祝福的工人。这是约书亚的使命，嘛是逐世代教会的使命。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今仔圣经甲戏剧的中间有讲到一个人叫做阿摩利人，迄个阿摩利是代表所有伫迦南地遐个已经早比以色列人较早定居伫迄个所在的人，将迄个所在收回，互以色列人来建国。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愿咱亲像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受上帝祝福，上帝甲伊应允讲：既然你所脚所踏的所在，我要照我早前甲摩西吩咐的，嘛要赏赐予你。摩西听见上帝应允讲，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摩西将这种的使命交予约书亚。上时摩西嘛甲伊讲，你着勇敢壮大，无论你去到什么所在，你的上帝要甲你三甲伫地。所听的青年，愿恁今仔日毋是干那办活动。用你的灵魂演这一出生命的戏，不是干那演圣经的故事。对今日开始，你每一个人拢亲像约书亚手中拿上帝的能力，就亲像恁拄则见证讲，在祷告之后，在诗歌的感动背后，好像被神触摸到，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互咱的囡仔是使命必达的人生，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第二兄弟姊妹，
包括你，包括你的囡仔，爱好好为着将来上帝的计划来准备，认真读圣经，认真守圣经内底要求，养成好的思想，养成好的品格，然后听候迄个上帝尊贵的差遣，因为有一日上帝的声音要甲你讲，你去，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所以准备家己的目的，亲像今仔日提摩太第2章，伊咧讲，人若清气家己，就会做上帝贵重的器具，就亲像约书亚，亲像提摩太。保罗甲提摩太讲，你要做上帝无亏欠的工人。愿天父上帝，咱的囡仔甲咱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因为上帝将伊圣洁的话命放伫咱的内底。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用主耶稣基督保护甲圣神的帮助，互咱得到清气。咱伫这个金句的内底，咱该记起来，放伫心内。伊讲，人若清气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的确要做上帝贵重的器具，是圣的，是下伫主的路用，也是伫将来要做各种的好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囡仔，伫少年的时阵就分别做圣。圣洁的生活，毋是对婚姻迄日开始，圣洁的生活是对认捌上帝迄一日开始。愿主将伊的话命放伫咱的内底，祝福咱的囡仔，祝福咱的囡仔像提摩太，真做无愧的工人。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家庭。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在咱的家庭中间，爱真做一个有所坚持的家庭。因为约书亚讲，恁有权利通选择。约书亚第24章最后，伊讲，当咱已经来到这个应允的迦南地，这个最后的时刻，恁有权利通做决定。当恁已经自由啊，恁已经定居啊，恁嘛分着上帝所予恁的土地，恁有权利通选择。恁要相信伫埃及的时，恁所相信埃及的法老王的上帝，或者你要相信这个带你经过40年的摇花你的上帝。约书亚讲，当恁自由啊，我要离开啊，恁有权利通选恁家己爱选。约书亚讲一句信仰告别的话，伊讲，我甲我的家庭决断要服侍耶和华。伊身边兄弟姊妹嘛讲，我嘛要服侍耶和华。这就是咱的教会信仰告别，嘛就是咱对圣经内底所学到的。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祝福通过约书亚伊所告别的，伊讲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享受的福气，无一句话空空，要甲恁三甲地地，到代代无尽。啊，这你相信这个祝福是代代无尽吗？伫你的手中，敢已经有迄种代代无尽的物件？咱的手中有一样物件，叫做上帝的话，伊是到代代拢无改变。上帝主爱嘛到代代无尽。我深信，我的囡仔，我将来后代，甲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拢是有福气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愿咱诚心实意。亲像以赛亚、约书亚伊身边的以色列人回应讲：，我要诚心实意，你敬拜耶和华。这个服侍这个字，甲礼拜同字。我要诚心实意服侍耶和华。佮另外一个意思讲，我要诚心实意敬拜耶和华。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甲阮的家决断要服侍耶和华。无论这个世间的人有甚物种的主张，独阮的教会是神掌权的教会，
独独阮的教会是尊主最大的教会。自阮对圣经内底古早的先辈，因怎样坚持，因怎样领受你的祝福，今仔日我嘛同心合意安尼坚持，我嘛深信上帝你的祝福到代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阮定心决志，伫你的面前诚心祈祷，愿主你成就到代代无尽。阿门。